小伙凭借着祖传的口技当上了警察。然而就在他第一天来警局报道时，却遇到了几名不服管教的社会青年，于是他便当场展示了自己的绝技。上课时，同事不想听领导废话，于是强哥随即拿出了一个喊话器，酝酿一番后，就开始模仿警长的声音。由于这喊话声音和警长相似度高达99.9%，结果教官就当场让那名同学出去。可就在第二天，强哥和同事出去巡逻时，不料却被一群抗议人士追了整条街，吓得两人赶紧躲进了警长的车。可暴徒们却没有收敛的意思，反而把警长的车围得水泄不通。眼看他们群情高昂，就要把汽车掀翻。为了保护警长和同事的安全，无奈强哥只能再次施展绝技。非常搞笑好看的一部喜剧电影，强烈推荐大家去看下完整原片，保证绝对不会让你失望。